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1章，上主的伟大。恁要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常常遵守伊所吩咐的伊的规例、命令、诫命。恁要知，我今仔日是对恁，毋是对恁的囝儿讲话。因毋知，嘛无看到上主恁的上帝的管教伟大，伊大开力的手，甲伸出来的手骨，以及伊伫埃及对法老甲埃及全国所行的神迹，甲伊安怎对付埃及的军兵、战马甲战车。就是伫因对日恁的时，安怎互红海的水甲因淹死，彻底甲因消灭。搁恁来到即个所在以前，伊伫旷野安怎款待恁？搁伊安怎对付路边的后代以利亚的囝大丹甲亚比兰？伫以色列人的面前，互地开喙吞灭因的家属、因的布边，以及因所有的奴仆甲精生。只有恁有亲目看到上主所做一切伟大的作为、应允甲警告。恁要遵守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恁才有气力入去占领恁要过去承接的地。搁互恁会当久长徛起伫上主立誓要赏赐恁的列祖甲因的后代的地，就是迄个流年甲蜜的地。恁要入去承接的地，甲恁对遐出来的埃及人无共款。恁伫遐的菜园着也种子、踏水车灌溉。毋过恁要入去承接的地是有山、有山谷。搁有雨水润泽的土地，是上主恁的上帝规年通天伫照顾，目睭是常常伫看顾的地。恁若真正听趁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专心专情服侍伊，伊就要照时为着恁的土地落春林秋雨，互恁通收成五谷、新酒甲新油。嘛，互恁的田野发草，通饲精生，安尼恁就要得到饱足。着谨慎，才免恁的心受迷惑，离开上主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，直到上主对恁发大受气，将天关密无落雨，地无出产，恁就会真紧伫上主所赏赐恁水的地灭亡。恁着将我的话记伫恁的心内，存伫恁的意念，嘛着别伫手里做记号，别伫头遐提醒，搁着教示恁的囝儿，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年行，倒地还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着写伫厝的门徛，嘛着写伫城门。安尼，恁甲恁的子孙就通伫上主对恁的列祖立誓，赏赐因的土地，久长徛起，亲像天地存在遐久。恁着切实遵行我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忠诚跟对伊。上主就要伫恁面前将这的人民赶走，恁嘛要征服这个比恁较强大的国。恁的脚踏过的地，拢要做恁的产业。对南边的旷野到北边的黎巴嫩，对东边的幼发拉底河到西边的地中海，拢要成做恁的领土。无一个人会当对抗恁。上主恁的上帝要照伊对恁的应允，互恁踏过的地的子民拢行恁、论恁。看咧，我今仔日将祝福甲咒诅摆伫恁的面前。恁若遵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，就会得到祝福。恁若毋顺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偏离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着行的道路，去跟对恁毋捌的神明，就会受咒诅。上主恁的上帝带恁入去占领遐个地的时，恁着伫基立心山宣布祝福，伫以巴路山宣布咒诅。这两个山是伫约旦河西边日落的所在，就是伫迦南人徛起的阿拉巴地区，甲吉甲相对，近我摩利上树的所在。恁得要过约旦河，入去得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，互恁做产业的地，伫遐徛起。
恁着温群遵行我今仔日颁布互恁一切的规例甲命令。